上新的8点档主要是咧讲4代无同年龄的女性为生活打拼的故事。艺人陈佩琪演一个女强人，家庭甲事业蜡烛上头烧。何丽丽，你是谁？何丽丽。白色的西装外套搭配红色的西装裤，艺人陈佩琪一身帅气打扮，气场十足。伊伫上新的喜剧《姊妹啊对吧》这出戏内底，伊演一个女强人，事业分数100分，但是家庭内底，她在工作上非常的出色，绝对不输人。然后回到家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我好像有一点力不从心，尤其是小孩有叛逆期，老公又是长不大，因为他已经依赖老婆依赖惯了，所以其实就常常会有一种那种心力交瘁的感觉。伫这出戏内底，刘雨珊、张允熙，还佫有关淑琴，因都是好姊妹啊，最爱对角的，外口你演，内底嘛你演。经典画面有没有？我们可以找人揍他，就是大陆女巫奉献。鼓掌，鼓掌。这出戏剧角色的设定，大近现实，做者观众对着这4位女主角做伙哭，嘛做伙笑。